歡迎嚟到靜心說書。大家好，我係小桂子。今次同大家分享嘅書籍係有關時間管理，小朋友版本嚟嘅。我會以幾分鐘同大家去分享當中嘅內容。你哋收聽嘅時候，不妨邀請埋小朋友一齊嚟收聽啦，然後仲可以一齊加以討論。點解自己嘅事情要自己做啊？小朋友，你哋有冇諗過乜嘢係自己嘅事情呢？例如書包，你哋係邊個執㗎？自己執定係媽媽幫你執，定係工人姐姐幫你哋執嘅呢？其實返學嗰個係你喎。如果媽媽或者工人姐姐幫你執嘅話，當中有啲嘢佢哋唔知，例如第二日有音樂堂，音樂堂除咗帶音樂書之外，仲要帶乜嘢啊？有可能要帶牧童笛嘅喎，或者五線譜嘅喎，咁可能媽媽同工人姐姐又唔清楚，咁所以就有機會執漏嘅喎。所以點解今次我會講自己嘅事自己做呢？因為喺生活裏邊，我哋其實應該要慢慢學識一啲自己做到嘅事情就自己做，去體驗下自己幫自己嘅快樂。你試諗下，自己完成咗自己嘅任務，一啲事情係咪好型仔呢？例如執書包啦、執玩具啦，或者自己用過嘅嘢，我哋自己執返，唔使媽媽幫手嘅話，媽媽見到我哋完成咗，佢哋會覺得好開心㗎。因為如果你唔執，佢哋又要幫你執埋㗎喎。咁你想唔想媽媽佢哋多啲同你玩嘅時間呢？就算唔玩，攞嗰啲時間愛嚟同你講故事，你哋都應該會好開心啦啩。當我哋自己做慣咗嘅時候，例如自己着衫啦，或者收玩具啦，我哋越做得多，習慣咗，我哋就越做越快，越做越叻。自己做起上嚟呢，我哋都知道擺咗喺邊嗰啲物品，唔會話媽媽啲嘢擺咗喺邊啊，嗰一樣嘢喺邊啊。所以如果我哋自己嘅嘢自己執返，我哋就會知道啲物品嘅位置，唔使下下都去揾人幫手噶咯。好啦，今次就講到呢度先，咁下一條片再見啦。